武圣宫，三月山庄义和圣堂北边武圣宫的供奉五大菩萨：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大慈菩萨就是弥勒祖师，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正前往拜土地公。民国98年冈山地区的土地公冈山空军官校那边的土地公，来神元山庄义和圣堂求道呢，多千人点到了。高雄的李典禅师做隐师啊，他的儿子在空军官校念书的然后由教官蔡教官，就是蔡长君教授的弟弟蔡教官，做媒介来达成那个求道的一大事因缘。